我抑郁了。我没听错吧？就你这样的还抑郁？你抑郁，成天上蹿下跳，跟个活猴子一样。你要抑郁了，全世界没有好人了。闪闪，我来给你诊断一下。好啊，我急需诊断。你是否一直感觉到伤心或者是悲哀？爱莫大于心死。你是否感觉到前景很渺茫？何止是渺茫，简直是渺茫。那你是否对事业、家庭、爱好或是朋友已经丧失了兴趣？一半一半吧。我跟快要死了似的呢。唉，给我看看。给我！哎，给我看！给我看一下！给我看一下！想什么呢？啊，大早上起来就跑这发呆了。想工作，想策划，想我的那些马们。工作出问题了，没有，策划出问题了，也没有，那就是马出问题了。你才出问题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人最糟糕的呢，不是失去爱的人，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自己。我失去自己了吗？你自己想吧。干嘛呢，老婆？哎，想死我了！哎，你别闹了，我今天宠物学校要给狗配种，我得赶紧去。别走啊，老婆，我还想配种呢，你别走啊！我真的要上班，不赶趟了。哎呦，你大周末的上什么班啊？我要有自己的生活，这对我们的关系有利。哎呦，我一个人工作就行了，家里的事情又不用你担心。我去工作是为了兴趣，我不想待在家里当全职太太。哎呦，工作很辛苦的，你根本坚持不了几天。杨大伟，你太大男子主义了。可风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肯定是闪闪他们给你怂恿的。我哪天要找他们去算账。你说不过我就说我朋友，你太没风度了，不跟你说话了。谁没风度啊？你现在连早饭都不给我做了，饿死算了。珊珊，你知道吗？作为一匹马，真的挺幸福的。你就不像我们人一样有那么多烦恼，尤其是不会为爱情而烦恼。你要是爱过，你就应该能体会到我的心情。爱情来的时候吧，你会不知所措；爱情消失的时候吧，你又会难过。甭管它是真的、假的、好的、坏的，它都会影响你的心情。珊珊，你看，每天有人伺候你吃，伺候你睡，身边都是对你好的人，我都挺羡慕你的。吃啊！你怎么了，珊珊？怎么不吃东西啊？
先生您好，您是想要宠物寄养还是给狗狗美容呢？寄养。我想先看一眼这里面的环境。OK， 没问题，请。好。我先给你拿一张我们名片吧。哎，好。哎，谢谢。这边请。你们家是什么狗啊？哦，我们家这个大狗。啊。乖。哦，肠胃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刚才看了，你喂它吃的苹果和胡萝卜也没有问题。你最近天天都来找它吗？啊？嗯。那你每天都跟它说些什么？我就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呀。你是不是每天都找它倾诉？嗯。行了，我明白他的病因了。他的病因现在不是生理上的，而是心理上的。他怎么了？抑郁。闪闪，你抑郁了？王老师说走就走，要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都能够实现，该多好啊！难道你也不会想我吗？什么意思吧你？我讨厌你！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一个解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又假装没听见是吧？这马和人是一样的。比如有一个人天天跟你说，哎呀，我每天多难受啊，我心里多不舒服啊，你能高兴吗？是不是？马是通灵性的，你每天把你的负能量全部传递给了闪闪079，它就会变得抑郁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呀？你应该怎么办啊？你应该每天给他讲些开心的事儿，跟他唱唱歌啊，开开玩笑啊什么的。那个，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呢，都跟我说，啊。您看，这是我们的寄养室，都是阳光保暖房，然后每个狗都有自己的床，很舒服，然后狗狗在这儿会很开心的。那个您看一下，绝对的星级的宠物宾馆。对，我听说你们这儿还有给狗狗做按摩的地方。啊，是我们的特色服务，就在17号房。现在有我们的员工正在给他们做按摩，我带您去看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过去看一眼就行了。啊，你先忙。行，好，谢谢。Yuki，真漂亮！宁可风啊，宁可风！你在家都不给我按摩，你跑这儿给狗按摩来了，真行。特别好，可有意思了。特别好，可有意思了，是吧？你真有意思。我们还没开始看提案呢。您好，这里是调养宠物训练学校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你好，我是你们的客户。我上次把我们家的柯基犬啊送到你们这儿来洗澡，结果回去之后没几天就开始掉毛。啊，先生，您如果确定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会负责的。我肯定是你们的问题，而且我知道是一个叫宁可风的员工给我们家狗洗的澡。啊，您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我要求你们公司把这种不负责任的员工给开除了。
那个先生您稍等，我们交涉一下，给您电话。那个有一个先生投诉您，说的是你给他们家狗洗完澡掉毛很严重。投诉我？对呀，什么狗啊？柯基呀。不可能，我没有给柯基洗过澡，而且很奇怪，他上来没有要求赔偿，要直接开除你。那我跟他说吧。哎，那个先生你好，请问您是要投诉宁可风吗？是我要投诉你。您是什么时候带你们家狗来我们这儿洗澡的？好像是上周吧。上周吗？那请问上周？我老公啊，特无聊。那我就等你回来，咱们再说。瘦，我吗？黑眼圈都重了。昨天没有睡好。有心事儿啊？没有。没心事儿，你的工作状态怎么那么差呢？啊？你要知道，雷珊珊，你是咱们公司策划部的一个灵魂人物。如果你每天这么吊儿郎当，这么稀里马虎，我的 idea 我找谁要啊？对不起啊，田总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雷珊珊，你如果有什么心事儿需要 vacation 的话，你可以来找我。甚至说你需要发泄的话，你也可以来找我。田总，发泄是找您的话，那不太合适吧？那你就把你的情绪给我发泄到 PPT 上，发泄到 idea 上，发泄到 case 上。我不希望像今天会议上这种情况以后再发生。明白了。咖啡姐。
你怎么不开灯啊？开灯有什么用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生活在黑暗当中，无论我开多大把数的灯，都照亮不了我那黑暗的人生。你是文艺男青年啊，还在这扯人生啊，真有意思。我累了，我不跟你说，我上去睡了。可棒，我觉得咱俩应该谈一谈。谈吧，嘴长在你脸上，我能管得住吗？过来坐。我上班坐一天了，屁股疼，不坐。行，我都依着你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愿意工作你就去工作，你愿意做什么事情我都依着你。好啊。好个屁，好。宁可风，你变了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对咱俩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我听不明白你说话的重点。我说话的重点，我的重点就是我每天回来在家等你，我连个饭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到了周末，我想约你出去看场电影，你还要出去工作。杨大伟，我觉得你应该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态度。我态度怎么了？啊，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啊。那你想过我想要什么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我给的还不够吗？啊，上大学的时候我说过我要娶你，我不让你受伤，我在外面辛苦工作，不让你出去风吹日晒，难道我错了吗？你没错，但是我现在想要我自己的生活，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天天的在家洗衣服、做饭、给你收拾家务。我觉得我现在找到我自己的兴趣了，我能干很多事情。我在没和闪闪冬眠相遇之前，我生活太枯燥、太乏味了，一成不变。我现在觉得我很好，我很轻松，我很快乐。宁可风，你终于说实话了，你跟我在一起生活，其实你一点都不快乐，一点都不轻松，对不对？杨大伟，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冷静的谈一谈，但不是今天。我他妈到底做错什么了我？你以后能不能别胡说八道？什么叫我在外乱搞啊？我已经很久没有性生活了。那上大学的时候，你为了骗别人的钱，还说我流产呢。那不是为了积乐成吗？能不能别理他？大半夜的。开门去。你去。谁离门近谁去。雷闪闪，我要不是打不过你，我可风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怎么了？可能是跟杨大伟吵架了。饱汉不知道饿汉饥呀，能抱着个男人睡觉还吵什么架？你说他需不需要补点水呀？你是不是脑残呐？他满肚子都是气，你再给他补水，那不成水蒸气了吗？给他脱了吧。可风，我看你这样子，今天晚上也回不了家了，要不你就在这儿睡吧，睡我俩中间。有你俩真好。小心孩子蹦掉了！快坐下！怀孕了，我真的怀孕了！这两套杠不是我画上去的，是真的测出来的！行，我
我看见了，上面有你的尿啊！你们太厉害了，一击命中啊！我就知道我可以，我就知道我可以。他怎么不高兴啊？我是突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，Party 女王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孕妇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开一个小 party 庆祝一下。来个杯。冬眠，我一定要跟你喝一杯。我特别羡慕你，羡慕你的有主见，羡慕你的自信。我干了。谢谢可风。可风，其实你现在也已经很牛了，你把杨大为一个人扔在家里，自己出来鬼混啊！我们大家赶紧为可风鼓掌。冬眠姐，以后我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了，就是无时无刻的照顾你这个孕妇。谢谢冰冰。棉姐，我觉得我应该敬你一个，谢谢你提前有机会让我学会照顾孕妇。乖。哦，对了，可风，我怀孕的事情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齐明峰啊！当然 ，It's our secret 。We are secret。干杯！我什么呀？这我没听说抑郁症还要传染的呀。我就担心，冬眠那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该怎么办？那我觉得冬眠挺开心的呀。啊，我觉得他不管爱情的方式和结果到底是什么，只要是开心快乐，只要是幸福，我觉得就够了。有什么不开心，有什么话，就跟我说。你不怕我把你给传染抑郁了？那我就陪着你一块儿抑郁。怎么成俩病人了？俩病人能怎么着啊？啊？今天可是为了庆祝我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还别扫兴啊！听见没？别扫兴。唉，看来我很快就要当大姨妈了。大姨妈有什么牛的？还有二姨妈呢。